大家好啊！而家係亞基電視台小記者亞基咧，為大家轉播咧台長夫人啊，同一位猛男啊對決羽毛球啊！咁呢場係男女子混合單打不分齡比賽啊！咁我哋睇下現場畫面先，見到咧太太啊，而家係陷入苦戰當中啊！被愚弄，我哋見到在場有位帥哥，一個帥哥，好，我哋繼續睇下太太嘅激烈嘅戰鬥啦！哇，係透過多拍嘅拉調啊！哇，最後係拉出界嘅，咁繼續睇落去啦！太太要整理一下頭髮先，果然係粉紅夫人啊！好，而家繼續比賽，一球高遠球，先切一板波，再壓對手反手後場，邊有咁容易壓到啊？哇，好！亦都係第二板高遠球，想透過壓對方正手啊，唔係咁容易啊，俾人對方反壓啦。大家都係互拉後場嘅啫。太太嘗試吊球，險中求勝，果然俾太太搏到1分。好，台長夫人再次發球啦，一球唔係好高啊，平高球啦可以叫做。切一板波，呢個係太太嘅壞習慣啊，通常俾對手壓overhead 反手後場咧，就會吊一板往前嘅。想嘗試吊上網啊，但係冇咁容易啊！俾對方繼續壓住後場，壓到後場，壓到實一實啊！冇啦，實在實力就差太遠啦。對方係科班出身唔係對方直情係科班當中嘅，係啊，梗係啦！哇！你睇下太太陷入苦戰啊，但係哇，竟然有1分啊！可以咁講啊！台長夫人呢係火星嚟嘅，都唔係省油嘅燈。咁我哋睇到球波先，好反手，冇啦，俾對方戲弄啊！現場報道畫面嚟到呢度啦，咁我哋將支咪交翻俾總台。